一个社会土壤，要生活愈来愈无简单。裤底啊只剩烂衫，要怎样甲继续做梦？好行的人来去几路梦，善正的人路比靠人家。这人生哪可能同款？自从出社会迄天，伊的话早就藏心肝肠，操纵已经几落单，原谅我无好好报答。天边的伊也在细细念，半暝的我听甲目眶红，真感谢。伊讲过话我拢有在听。你若问我应该啊亲像啥？伊讲一颗囡仔亲像一粒沙，唔通予风吹散，若踏久就变成山。你若问我应该用啥来换？伊讲一颗英勇，一粒肝来换。你想安怎打拼？人生路安怎行？拢伫留顾我一地。人甲你若问我，我拢在无影声。偌久无伫身边听伊的声，我紧来看伊啊，伊一直叫你的名。你若问我，一颗伊代表啥？伊直到伊离开时，我才知影，伊最后的世界，一世人的陪伴，就是我手中的一块。一块银角角，一块银角角。谢谢启班奈，真是好看啊！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班奈老师好，你的歌声好听，就是好听，迄都谢唔免讲啊。但是我上欣赏你，就是你家己足水的，你的咬字真的是漂亮。你整首歌的音嘎嘎啦什么唱的那个细节哦，我觉得那个咬字非常漂亮。很多人都会拿这首歌来比赛，但不见然能够唱成这样子。男歌女唱，你唱的算非常成功了，我很欣赏。好，我们请建伟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班奈，那个我觉得你的音色怎么说呢？它很温暖，然后很像经历过很多事情一样的，有岁月的洗礼。我不是说你的人，我说你的声音有一个老灵魂在上面，所以当你在唱歌的时候，我会很想要静下来听你想要讲什么故事。当然，这整首歌来说，你都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温暖，因为本来是很悲的，可是在我听起来，你好像又有另外一种人生经历的坦然在里面，不是这么一昧的平淡的只是悲伤而已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歌的层次在于，你可以给他这样的生命力，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。好，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我觉得魔王哦，到第5关的时候，就是考验你们两个很大的考题。一个就是赢了，让人家走不下去，这样的一个赢也是压力很大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最后一关的时候，如果这一关没有唱好，就是会气死在这一首歌上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两个哦，都要拿出最极致的来表演给我们看。你们俩这个才会是强手遇到强手。